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简介，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促转会完成阶段性任务，贴牌改线，过来的代志，行政院特转汇报，人权甲转型正义处来处理，各部会继续推测。咱知影，根据促转条例，1945年日治时代结束到1992年11月，金门戒严是中国国民党无分党国独裁威权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底，中国国民党政府用整整不义手段限制剥削人民自由。法律就伫不公不义啊！独裁者本身阁干涉司法，用酷甲粗残的手段来迫害人民。有人承担不义罪名，有人丧失性命，有人流亡海外，财产互没收，亲人伫惊吓内底生活。规个国家束缚伫一个无正常、无公义的状况内底，咱在起造国家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来处理这个问题，互代志得到公义圆满的解决。即马促转会做到一个坎站，过来的工课要推展，会有啥物挑战、啥物困难？今仔日咱做伙来关心。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财法所教授前东山会委员罗成忠教授。各位好，我是罗成忠。邀请东吴大学哲学系甲人权学程陈耀华教授。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 Watch Out 史汉俊总编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5月30号促转会依法来改线。代理主委叶虹灵讲，促转会任务结束，唔是转型正义的结束。咱看到行政院苏院长嘛是安尼讲，伊讲唔是结束，是新的阶段的开始。什么款的新的阶段呢？行政院会成立一个促转会部吼，下骹有一个人权甲转型正义处。行政院苏院长会来担任召集人。咱看到转型正义有一个足大的目标，就是自由广场面顶吼，迄个白色建筑物空心厝遐的庙啊吼，这咱要安怎来处理？咱今日嘛要来讨论。大先，咱先斗阵来看促转会改线的报道。把握上尾的机会，甲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9个大字做伙翕相。促转会上尾一天下晡，未少同仁去大门口看工人甲机关的牌仔拆落来。代理主委叶虹灵嘛伫咧人店内底看时间，对转型正义的未来，伊讲这不是结束，是后一个阶段的开始。受难者前辈讲的，灯可以熄，光不会灭。相关的工作我们会一棒接一棒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期待促转会的结束是下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未来行政院会说推动转型正义汇报，由行政院长亲身做召集人。另外，嘛会成立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基金会，甲政治还红没收的财产，各行倒转去的代志。促转会各项的任务嘛移转予各部会。不过有学者质疑讲，无专职的机关了后，推动转型正义的效果恐惊会变较歹。德国做了半个世纪的转型正义，还在推动，而我们不可能是用3年或是5年就完成，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法制化的转型正义的条例法规，来跟相应的机构来做一个长期推动的规划。目前政府规划，未来法务部负责处理加害者，内政部负责监督维权上灯，办理受害者权利恢复。咱文化部是保存不义遗址，甲研究政治档案。维护部照顾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所受的政治暴力创伤。教育部推动转型正义教育，国发会负责促进转型正义基金的收入甲支出、保管抑个运用。不过学者也是希望讲，未来会当有机会搁再修法，互促转会恢复运作，互咱国内转型正义会当加速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成立促转会的根基是2017年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伊规定促转会的任务是第一个开放政治档案，第二个清除威权的上灯，甲保存不义遗址。第三个是平反司法的不法，促进社会和解。第四个是无正当动产的处理。吼，伊到5月30来改线，即马完成的成果有访谈受难者、治疗政治暴力的创伤。第二个是调查甲撤销过去无公义的受难者的罪名。第三个是清查威权上灯甲不义遗址。第四个是收集政治档案来开放予大众。
罗教授，咱先要来请教吼，这个转型正义的工程，伫咱这个国家内底吼是。大家看法无共款，主要的政党吼，有一边是认为应该处理，有另外一边是完全无要处理，甚至是要闪避吼。咱看到中国国民党嘛捌阻挡转型促转会的这个预算吼。若是安尼讲，咱这个社会对促进转型正义的看法实在是真无共。前一阵研究228事件的台陈翠莲教授，因为研究228事件，去互讲伊是咧分裂族群啊，我卖互伊做公司的董事吼。这款的问题，咱应该安怎看？以及应该来安怎来回应这款的看法？我先为陈老师迄件代志开始讲起啊吼。其实陈老师无做公司的董事吼，是公司的损失啦。因为大家拢知公司的董事是无薪水的啊，干那出席费尔嘛。吼为着这2000块、3000块的出席费，搁互人糟蹋，安尼一顿安尼足无值的啦。吼，所以咱来讲说，基本上咱头拄讲撕裂族群这个代志好啊吼。其实这句话吼，根本就免去甲太用力反驳。安怎讲咧？咱就看吼，咱马英九总统08年做甲2016年对毋对？228纪念会时阵有去无？伊嘛有去嘛，对毋对？吼，嘛有安尼，吼嘛有去哀悼嘛，代表政府嘛。做总统一定都爱去。对，所以为这来讲的话，你说你国民党你家己内底的剧本你也调好嘛，你袂使讲说你即摆无制定的时阵，就讲咱做228的人是一撕裂族群，安尼毋对嘛。哦，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其实已经到21世纪啊，吼，其实咱即摆研究228白色恐怖，或者是咱规个迄个威权党国威权体制，这种是。即马台湾最重要、最正常的代志啊啦！即马佫有人有即种想法的话，我基本上我敢若尊重甲悲哀啦。他需要更多的学习上好是等于佫看较侪资料啦。如果你拢无要看资料，你就出来胡白乱讲话，我其实讲咱就免浪费时间伫身躯顶啊啦。不过社会上若是有人安尼看，会真正就会浪费掉咱的时间呢？安怎来避免呢？基本上吼，你就佫有法度，佫有救的，会使佫教育的话，咱就甲教育啦。基本上你活，咱讲同温层啊吼，你就一直活你的同温层，伊就讲做这就是安怎安怎，基本上安尼尊重你啊啦。是好，咱佫来看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即马转型促转会来改善吼，行政院成立一个促进转型正义的会部，佫来下骹有一个人权甲转型正义处吼，苏院长要做调职人这款的组织是敢是新的，还是讲咱敢会当讲这款的安排未来转型正义的工作发展会安怎？感谢你的问题吼，其实6月了后吼，以后迄个咱做转型正义有3站。上顶悬叫做转型正义的会部，伊的头是院长，院长背后是总统嘛，所以其实伊有足强的政治力的。中迄站呢是咱的迄个人转处，叫做人权甲转型正义处，迄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幕僚机关，是上下骹迄站的是各部会，所以基本上这3站安尼斗起来吼，我认为啦，比5月进前的促转会更较强。好处是啥？是安怎？其实就是安尼，因为伊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体制。你想看嘛？今仔日会部，我是院长。如果说我有啥物命令的话，我就直接讲落去啊。请各部会处理。你无处理的话，我袂晓紧，咱就看卖，我就处理你嘛。基本上民主政治都是安尼嘛。所以说。咱是安怎？咱促转会4年来吼，其实足侪痛苦的事吼。伊要去找其他部会要去敲代志的时阵，其他部会无你看伊无去嘛，看无嘛，是安怎？你一样2级机关嘛，你来找我讲代志。问题是你指日可待啊。什么意思？指日可待？你可能明年就要收啊嘛，你要找我讲啥呢？我就甲你拖就无了啊嘛。但是即摆毋是，即摆是院长伫开会呢。如果院长足重视这项代志，比如说咱讲倒一个当上。要处理，好，我就找你去处理。比如说你是国防部部长嘛，咱的陆总门口迄个陆总一日去迄个要处理无？毋是陆总，迄个陆军官校，陆军官校一日去迄只要处理无？我就叫你处理，你无处理是毋是好啊？无大家来看卖嘛。基本上，咱讲一句话就好啦，你要做一定找得到方法，你无要做一定找得到理由。咱讲另外一个，其实台湾有一个中正纪念堂伫高雄。
伫高雄迄时阵吼，就是咱咧澄清湖边仔有一足怪建筑吼，其实迄是高雄版的中央纪念堂。迄时阵当局伫做市长的时阵，无要紧，这都唔对嘛，所以把它拆掉啊嘛，拆掉送上慈湖啊嘛。就是咱就讲说要做，就是安尼都较紧嘛。咱就讲一个故事是，2015年的时阵吼，伫阮台南哦，咱赖清德伫228的时阵讲这个铜像要处理。所以呢，伊就找一个拜六，就一口气处理掉14个中小学的铜像。哦，就是要做唔做尔啦。其实看历史来讲，就是你有魄力无啊？你要做真正就是安尼会杀啦。啊，你不爱做法，大家来讨论啦，大家来开放审议啦，大家来竞图啦，好啦，讲了好啊，时间过去。是。其实阮看20-30年吼，看到实在是足烂啦。哦，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促转会已经完成的任务吼。头一项就是政治档案的收集吼，伊即马收集各机关，包括着中国国民党所拥有的7000外笔的政治档案，来成立一个台湾转型正义的资料库，来开放给民众吼。第二个是维权上顶的处理，这就是咱罗教授拄则所讲吼。不过，咱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即马处理这个两种的相，也是讲微照吼比率是差不多3成啦。即马才处理3成，就是中央机关的部会内底哦。咱来请教陈教授吼。那讲到这个处理两种的相甲因的铜像吼，咱知影上大仙呢，就是伫迄个中正庙内底吼。有人讲处理这个铜像，若是中正庙遐要处理掉，安尼美国林肯纪念堂是毋是爱处理掉？亲像这款的讲法，咱应该爱安怎来反映的？咱拄仔有讲到讲，咱转型正义是要创啥？吼，就是讲为虾米咱的国家想要做这项代志？吼，我感觉咱就是爱思考，即马也是人民吼，也是你甲我吼，咱也做唔对的代志，你看咱会安怎？就是司法会甲咱处理嘛，吼，咱就爱去负责。我偷别人的钱，我就去互掠着，我就爱还钱嘛，对毋对？咱即摆看白色恐怖，足侪冤案、错案、假案，吼。即摆即个冤案、错案、假案是啥物人做的代志？是用国家的名去做的歹代志嘛，对毋对？所以人民，咱做人民，咱即摆国家做，咱人民做歹代志，咱来负责；国家做歹代志，毋免负责。这都是迄个转型正义，为虾米？就是讲大家世界各国，就是讲咱都爱甲迄个真正的标准扛入来，就是讲国家会使做虾米代志，国家袂使做虾米代志。好，咱来问咱台湾讲，即马咱会做转型正义，咱知影无？国家虾米代志袂使做无？吼。我感觉咱即马做转型正义吼，你拄仔讲已经完成的任务是安怎吼？我感觉迄是真重要。即马做的代志吼，拢有吼，像刚拄仔讲吼，迄中正纪念堂的代志转型啊，真重要。毋过咱敢知影为虾米咱都爱甲即个中正纪念堂甲摕掉？咱对迄个要甲伊拆开的理由，咱有知影无？吼，迄个蒋介石伊是做虾米代志？到底伊做虾米？咱若即马甲中正堂留伫遐，咱对世界全世界，咱是要讲虾米款的讯息？咱是要互世界讲，咱有一个所在，咱对以前吼有足侪冤案、错案、假案的负责人呢，咱即马都是要甲伊纪念吼。迄个学生看到迄个蒋介石的像，咱都爱甲伊鞠躬。咱是要甲世界讲虾米话？讲咱台湾其实阮总尊敬吼，有一个总统吼会使甲迄个案吼。做足侪迄个假案的吼，咱就是要甲尊敬。其实这嘛无符合比例原则吼，因为咱的台湾公共的空间遐济，永远公共空间拢是迄些拢是蒋介石。这是无符合比例原则。国外是安怎做的？对，迄个，其实咱今仔日来想要讲迄个促转会伊的做的成果吼，我讲上好的就是讲咱爱知影。先怎咱都爱做转型正义，台湾上大的问题，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咱真侪迄个受害者，
吼。啊，咱已经知影讲，做者迄个政府的机关，就是用国家的名义做做者迄款对不起人民的代志。是。所以咱就是要追究伊的责任嘛，咱就是爱互伊。国家有做啥物代志也是毋对的时阵，伊的责任伊就爱负责任。安尼咱后摆再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嘛，对毋对？所以我感觉迄个上重要的，你看迄个国际伊的原则，就是讲，伊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啦。吼，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知影过去过去的真相是啥物货的权利。啊，另外就是正义就是我拄仔讲，吼，即马国家也做毋对代志，咱就爱甲伊责任来甲伊掠出来。咱毋是讲真正敢想要甲伊处罚尔。然后我拄仔讲的，咱上重要的是讲国家啥物代志袂使做，啊，即马做咧吼，你就爱负责任，你就爱负责到底，你就爱家己甲迄个责任承担起来，吼，所以伊才有一个讲，国家其实都在调查吼，要维护人民的正义的权利吼，所以就爱有调查起诉吼，啊甲迄个甲伊审罚、甲伊处罚的即个责任才会做法吼。啊，另外咱台湾做上济就是迄个赔偿的权利，吼，即咱。对二等会开始的时阵，228甲白色恐怖的这个基金会已经有做到。啊，不过有一个上更较重要的，就是讲，国家都爱保证讲吼，伊袂阁做共款的代志。哦。所以伊要非常的清楚讲，咱已经做到这件代志，这是袂使做的，这是违反人权的，这是咱对不起咱的人民。所以咱就爱甲即款无毋对的代志来讲出来，互大家拢知影。所以我即马感觉咱即马一项一项去讲吼，啊，毋过对迄个法开始，咱就有一寡破碎化的危机啦。是，就是讲你有人要甲我讲，咱为虾米要档案，就爱甲档案甲伊开放，现在咱就爱甲这档案甲伊解密。为虾米大家爱知影这个档案的即件代志？为虾米咱就爱甲总在即个行甲伊摕掉，是安怎甲伊改转型？是为虾米货？吼，咱就爱甲遐个已经受难者，伊讲伊以前有犯罪，伊讲伊无犯罪，所以咱一项，咱做正一代志，啊，毋过这安尼完全加起来是为着虾米代志？吼，像即个迄个联合国伊就讲吼，这4项即个权利的保障吼，其实是爱连做伙，爱甲咱讲一个方向，讲咱到底是要创啥？吼，咱国家的负责任，咱就爱知影讲，即马加害伊是安怎加害？吼，即我想即个伊的迄个成果报告书有讲到即点，啊，毋过伊无阁继续做，就是讲咱安尼。了后变怎？吼，拄好讲要成立一个机关，啊，毋过迄个机关是要创啥？咱是要哪去评判讲伊有做到还是无做到？伊的标准应该是放咧对。吼，我感觉真紧就讲要成立机关，后摆要做伙过，啊，伊的报告嘛出来。啊，毋过人外国的报告吼，拢国家足清楚的，就是讲咱即马爱起诉，这人。哦，有具体的建议就对。嘿，伊就是讲，伊即马有知影讲，这个机关一定要改革，因为这个机关以前伊做这个，吼，伊就是有甲遐有冤案的人，有的根本都无真正用甲思想有问题尔，伊就甲人掠起来。是。所以你即马就是爱这个机关爱注意讲，伊是毋是有够做共款的代志？像咱台湾以前上知影就是讲酷刑，就是要讲。摕迄个伊的口径吼，啊，就甲人拍甲，有个人就是3工拢坐踮遐，拢袂使去便所，伊也袂使困，吼，无爱互伊困。啊，伊摕迄个刺吼，甲伊的手的迄指甲一个甲伊刺，讲伊就爱家己写迄个字笔啦，吼。啊，像即款代志，就是讲，即马咱知影即款人啥物人做的，啊，咱爱伊负责无？咱若拢无想讲爱伊负责，咱就是无想要互国家，就是讲以前做毋对的代志，袂使阁做，啊，就是有一个真清楚的标准。咱若是来想象一个状况吼，陈教授你拄则所讲的，即个执行遐的任务的人，伊可能即马有原伫地，咱敢是就是照国外的手路，敢是就爱甲伊的名讲出来，而且甲处理即个人。毋过即个人可能会讲，我是听面顶的命令来做呢，安尼要安怎？
因为遮就是大家讲，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啦。林权咱大家讲，伊都还未有罪，对毋对？啊，咱袂使讲，你的法院还未真正甲伊的伊的罪状吼，甲伊证明讲伊有犯罪，啊，袂使先甲伊的名，也是讲伊有犯罪啊。啊，毋过转型正义无啥共款的原因，就是讲，你即马有摕一个已经促转会就有一个迄个伊的公文。顶头就是有伊的名咧，伫遐还佫有签名，吼，足侪咱知影讲有迄个档案内底，嘿，内底拢有足侪迄款伊的名内底，已经有证明讲伊有参与即件代志啊。啊，即摆有参与即件代志，你即摆就爱讲，迄个事实是啥？吼，所以迄个转型正义足重要的，就是讲你来发现即个事实，袂使互即个白贼佫继续讲落。吼，所以咱即马毋是要真正讲伊就是有罪，啊，毋过伊即马牵涉即个案件，伊的名伫顶头，咱就爱甲即个事实讲出来嘛。咱袂使讲，因为咱惊讲即马伊就是甲伊互伊告，可能去哦，你知影有诶受害者伊也真正讲是啥物人的时阵，有当时迄个加害者会甲伊告，吼，伊会足惊，所以人国外伊也有迄个证人保护的原则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讲，伊有咱毋是要直接讲你是这有罪，咱是要讲出迄个事实。所以你拄仔讲，咱需要伊的名无？你看咱台湾上害的就是讲，咱即马真侪加害的迄个组织，真侪加害的迄款代志发生，啊，佫有受害者。受害者足侪无加害者。无加害者，无一个名，无一个啥物人啊，甲总介是一个人就会使做完全所有的代志，这啥物人要信？是，好，咱观众朋友，咱继续过来看吼。促转会嘛有做平反司法不法的工作，主要都是甲进前吼，无讲伊的有罪判决，甲撤销，宣布讲政治受难者是无罪吼。四种辩证，前一阵仔发生一个代志，就是即马在编台语的课本吼，台语课本内底吼有一个基义稿出版社，伊的这个课本内底有一个是蔡坤林前辈的课文吼，煞去互考审会要求讲爱汰掉，因为伊讲这个政治受难者伊的这个人生甲遭遇吼，规个社会无共识，而且这个文章内底有显现到一个唔甘愿的情绪吼，因为安尼爱来汰掉，毋过咱就想到一个问题，针对古早遮的这个不公不义的代志，咱敢应该就爱甘愿？也就是讲，宣布因无罪了后，这个社会对待因的这个意识形态有完无改变，敢是安尼？嘿是，那为较多主持人讲的迄个代志来讲，就像较多陈老师讲的啦，咱就是想要爱做转型正义。对了，陈老师讲，其实有一个就是讲，咱国家要安怎甲这个受害者交代。结果咱毋若安尼，咱即摆是讲，咱伫教育内底甲大家讲这受害者的故事。拢袂当，所以你较多讲迄个代志就是安尼。即个物件其实就是较多讲，咱若讲转型正义的物件，煞互个即个部会去做，像这就是一个例嘛。伊迄是算国文科，还是讲你讲本土语文科来？伊个课纲内底其实就会当写讲，你选的文章就直接爱选白色恐怖的物件，或者委员无法度反对。讲实在，即摆现主持的教育内底真侪委员，就是拢像较多主持人有讲着，就是无爱互陈翠莲老师做。委员的迄种胡静英这种人，其实伫这种教育，尤其是国文科，咱拢知影，足侪人的意识形态是安尼嘛。你变做讲，你必须爱伫制度有规定讲，袂当互因遐个人来决定讲，袂当选白色恐怖人员的文章。这就是讲转型正义，其实爱为这个所在开始做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就像主持人咱这个杜家在写，这个案件足侪啦，就是这个红台视的上面都有1000人，上保守来估计，这个人就1万人。咱台湾社会，咱台湾人民，敢无需要认识这个人嘛？即摆要熟悉一个就遮困难。其实这是嘛是咱今仔日推动转型正义遮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讲咱台湾社会过去长期一直甲遮个即个受害者有一个真遥远的距离啦。你要互转型正义杀会行，就是爱互大家知影讲，遮个人嘛拢是咱的同胞，嘛是拢是咱的厝边，嘛是拢是咱的国民。国家过去对袂起因，咱即摆要安怎做？其实这嘛是转型正义一个核心啦。是。罗教授，你认为讲社会面顶吼，感觉到无想要去问遐个代志，
无想要去了解古早不公不义的代志，迄主要的来源是啥？基本上吼，人是安尼，迄个痛苦，啊，痛苦的代志吼，咱就放袂记就好啊。哦，但是吼，其实头拄仔陈老师讲啊真好吼，咱就想德国是安怎做即个代志，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英文字吼两个字叫做 never again。吼，是安怎我一直去强调，一直咧讲转型正义代志，德国做两届，就是吼，咱就以前迄历史就。作为咱一个借鉴嘛，吼，那以后咱的政治啦、咱的民主啦，就莫搁做呢只代志，吼。所以基本上吼，以前的咱的威权体制内底，迄个帮凶体制内底，我伊当然无想要即落建设大行知嘛。啊，但是呢，你即落代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咱毋是要去甲你关起来，还是要叫你赔钱，拢毋是啊。咱是吼，甲即个故事讲出来，让以后的人知影说，咱莫搁安尼做啊。安尼才是较正确的道路，安尼才是说较未来的方向是安尼啦吼。我再讲讲一个故事，就是吼，像咱讲是安怎足侪代志无想要互人知吼。这条故事我讲吼，这是2009年的时阵吼，我伫云林科技大学，哦，迄时阵我伫遐教册，啊，我遐甲一个甲遐个老师呢，我就写一本这个宪法的册，但是呢，这本册。歹势，即摆你外口拢找袂着，是安怎呢？即本册后来吼，因为内底我写一张叫做政党，政党内底我就写一个讲吼，咱台湾政党未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咱无政党法，因为无政党法，其实咱就足侪泡沫政党嘛，哦，做生意的政党嘛有啊，创来做咩遐解决。第二个是国民党党产的问题，因为国民党党太济啊，伊足侪问题嘛，吼，所以其实写到遮以后呢，内底有道老师俩讲啊，讲袂使写遮。后来呢，我规本册呢就拆掉，我写迄部分拆掉。啊，头前呢一个封面卡要换掉了，甲出版。啊，这个故事呢，毋是发生在1956年、1960年，是2009年的国立大学呢。哦。啊，咱就看我是细卡，但是你看陈翠莲老师、陈老师伊的博士论文都是2版。所以你看伊一路行过来呢，你看陈老师有偌济痛苦，伊爱忍受，才会使行到今仔日台大历史系的教授。所以基本上吼，我感觉。这件代志对陈老师来讲无伤啦，但是咱来看吼，基本上咱规个学术界，头拄其实陈老师嘛，陈老师嘛讲过，转型正义其实内底有足侪工作要做的，毋是促转条例内底讲的4大任务尔，根本毋是安尼，还有6大任务、7大任务，但是呢，当今仔日咱的促转条例都限缩在4大任务的时候，其实咱的眼界互人限缩住啊，安尼是无好的啦。教育界就一大堆问题嘛，啊，要解决无？吼，那头拄仔咱讲过，那学校内底问题嘛，那讲一句话就好，请问吼，即马民主国家，吼，世界民主国家，倒一个国家的学校内底有教官？讲一个就好，有教官。就是军人就对。对啊，都有军人伫遐走来走去啊，伫遐上课啊。啊，你毋知是安怎有这体制化，你就来救国团嘛。蒋经国嘛，迄是伊控制规个学校的手段嘛。这伫促转会总结报告内底有写着哦。但是头拄仔，即嘛嘛有足侪学者伫遐研究啊吼，伊177万字吼，啊我昨拢看过一届啦。伊内底救国团的部分，我就足无满意啊。是安怎？伊用的资料是20多年前的资料。罗教授，你互我一寡时间，你所讲的拄好是促转会嘛有在做的代志，就是讲行政不法者的状况，这嘛需要转型正义，因为公务人员也是政府机关，伊会伤害到民众的权益。这款的代志，譬如讲1970年代的时阵，警总没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罗马字的圣经，因为伊用罗马字，无用汉字，所以可能没收去。另外，就是电视面顶，台语的节目、台语歌、唱台语歌，需要几条，什么偌济时间才会限制，这拢是限制人民的权利的代志，敢毋是？是，咱就讲迄个宋楚瑜个代志。原来吼看了总结报告，咱才知宋楚瑜是背黑锅呢。是安怎呢？伫总结报告内底有一个文，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互宋楚瑜的文，讲袂使演布袋戏，袂使有遐济时间，因为什么？布袋戏这台湾话，这是地方方言呐。咱是中华民国，哪会使用地方方言讲遐济呢？罗教授，你讲的是党指挥政府呢？对，党指挥从政同志宋楚瑜。所以基本上你想看嘛，咱以前拢一直想讲啊，宋楚瑜禁台语啦，伊背黑锅啦，伊是受文者。哦，这资料即摆即届总结报告内底有写着呢。是。系啊，所以说咱就去看啦，其实到迄个时间，咱
80年代、90年代，佫是安尼啊，党直接发一个文，就去指挥从政同志，啊，从政同志都爱照做，啊，从政同志嘛袂讲说这是党指挥的啊，是，啊，你啊公文出来，咱就会讲原来是这回事啊。啊，咱就要去收集这的政治档案，才会知影这个状况。对，对。嘿，老师，你拄则讲到你无满意的代志是啥物？我无满意代志是吼，其实咱做转型正义足大的，就头拄咱讲说校园内底转型正义，校园内底迄个威权统治结构，咱来甲讲出来嘛。但是你看四大任务内底多一个是这？哦，无嘛。是。那头拄咱内底资料嘛讲转型正义的资料库，真正吗？你看第一个，你内底你入去看吼，伊拢是判决啊尔嘛。哦。啊，伊就会互给人。会造成一个误导是安怎？哦，转型正义干那这那尔，迄唔对嘛？你迄个名唔对，哦，你做甲99%拢足好的，就是你内底迄个判决案件的分析拢做甲足好的，我拢足赞成的。但是迄个名唔对，你转型正义你袂使用较大的名来做这，你都个威权审判的资料库就好啊嘛。是，好。咱观众朋友，咱即摆过来看吼，转型正义促转会已经完成的任务，而且阁有受害者权利的恢复，甲没收财产吼，爱还互因。这有一个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甲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吼，这就是迄个时阵受判决、受关押的人吼，你爱甲伊赔偿，另外都是没收的财产，你爱还互伊。不过就我所了解吼，这你都爱有真正受掠去互审判，有这个案卷伫遐，才有法度来赔偿。亲像咱的台湾的作家卢锡玉，伊就是在逃亡的期间，就去互抓假死啊，伊无去互掠着。毋过因兜的财产有权去互没收去，但到时亲像即款的状况吼，伊的家族无法度得到赔偿，咱是毋是都要用特别法来处理即款的代志？我对迄要是用啥物方法来处理讲足侪以前足侪人是思想甲国家无共款，啊，毋过对以前就用叛乱的啥物名义，就是甲遮个人掠起来，伊根本都无真正做啥物为像要叛乱国家的代志嘛，伊敢是思想甲国家无共款，讲的话是国家无愿意听到的，啊，伊就去互掠起来，所以我感觉。拄啊，罗教授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即马要知影讲啥物人，即马甲伊的文章甲退掉，啥物人伫校园做啥物代志，啊，结果呢，伊就是因为有一个公文，啊，甲伊命令讲，伊就爱做啥做啥，所以你马上就知影讲，这责任无共款啊。一个人是去互听到讲，互压迫讲啊，你即马就爱做啥物代志，啊，另外一个人是啥物，伫下命令啊，叫伊就爱做迄，无做迄也无做，伊就会安怎，所以就是讲，咱即马对迄个加害的做法吼，伊是做啥物代志，咱就是爱搁较幼稚的去看讲，啥物人是做到倒一项代志，啊，啥物人就爱负责较济的责任，啊，啥物人就爱较少，无一定爱负很济责任啦，吼。所以你拄仔讲，啊，这加害责任也出来的时阵，啊，有的人去财产去互没收，啊，伊是去互人下令，啥物人下令甲伊没收去的，啊，啥物人真正甲伊摕去的。啊，咱伊也真正加害，伊是去互害去，才出现即件代志。真清楚的时阵，伊就是受难者。所以咱毋是讲，敢讲伊即马去互判，是迄个假的案，伊敢去互判，所以伊才是受害者。吼，莫讲搁较重要的代志。你看，足侪人伊是因为因厝内的人发生代志，所以伊也去互掠去，伊也去互刑求，去互拍，去互虐待。吼，啊，毋过伊都毋是迄个主要的被害者啊，伊就是因为去互牵伤灾，伊是毋是受害者？当然是受害者啊！伊的厝无去啊，伊的爸母无去啊，伊的囡仔无去啊，伊是毋是受害者？是。所以这是安怎？咱就是无甲迄个伊加害责任甲伊用好清楚。因真正加害责任也清楚，伊是受害人的代志都真清楚啊。是。陈教授所讲的吼，嘛是这个辨别。追究加害者的这个工作吼，伫陈教授罗教授所讲的这个报告内底，伊有整理到首长干涉司法内底吼，这个记录内底是前总统蒋介石上济4000多摆，军法官温景文3000多摆，前参谋总长周至柔3152摆。不过
四种编辑，亲像这款的记录都是头人尔。陈教授所讲的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规个体制有人下命令，有人照迄个命令去做，而且亲像这款没收财产的状况吼，即马财产可能伫国防部，可能伫政府各部会，若是要刑护者的这个受难者，嘛是要经过一个足长的过程。在你来看，未来这款的工作应该爱安怎做，会较有路、较矫正的？好，这两个部分我先讲第一个，就是开拄仔讲这个法，伊拄仔敢若是顶礼拜通过。其实这个法受到真侪批评，因为伊向受难者的财产是爱拍折的，就你超过200万就开始8折、5折。这其实真侪，甚至民进党的立委嘛真不满。譬如讲，咱边仔是这个赖品妤，伊无投呢，伊讲这个法案伤烂，伊无支持。所以讲，这个物件其实是真有问题啦。就讲你过去甲人的财产。从国家甲收去，你过遮久的时间，较要还人，佮拍折。讲咱台湾转型正义，敢若做一项算做较差不多，敢若赔钱连你即摆连赔钱，其实拢赔无好，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所以讲，这个法其实伊背后真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讲加害者的这个问题。当然，譬如讲咱就是讲上头讲到这个蒋介石的代志，蒋介石在迄个着中正庙嘛，咱过去拢讲其实讲228安怎，其实若白色恐怖资料拢做明显的。伊就是上无伊该判死刑的人，就是200-300个啦。敢若看这200-300个人，伊就无应该底下有一个庙啦。这是加害者的部分。较多你佫讲较有路的，当然毋拿伊啦，就是伊背后有规个体制嘛。这体制人为伊甲上基层的执行的人爱负什么责任，其实拢无得到真好的讨论嘛。这份报告讲譬如讲总统应该安怎，下骹执行的人应该受到倒一款的惩罚。阮最近拄有访问一个出转会的这个委员，嘛是发言人陈宇凡啦。伊就有讲，这个工课尾仔是爱交互法务部来做。伊照讲应该，其实迄是出转会迄个时阵就爱做啦。因咧立一个法，专门来做这项工课，就是这个识别加害者。伊有讲上无，你名一定要出来。甲大家公司为头为总统，甲上下骹的人是安怎？下骹的人，伊若做的过程当中是有不法的，甚至伊个认为讲这人拢是公务人员嘛，因的这个退休金啥物拢应该录转来，这其实嘛是真应该做的代志嘛。可能你无需要讲有的人可能真正若个伫也是爱判刑，也是安怎？你上无就是你就是做对不起台湾人民的代志。你个会当到即摆个摕台湾人民的税金，安尼敢有通，安尼敢有道理？甲你的退休金收转来，其实袂当讲是一种惩罚，无甲你掠去关，也是无甲你安怎？上起码你爱做甲遮的程度嘛。为头到尾遮的加害者的体制，爱受啥物惩罚，其实还是去讨论的。毋过咱真遗憾啦，就是出转会这4档，其实拢无进入遮的讨论。咱连是想，其实拢敢知影遮写出来人，万几人尔，哪有可能敢写安尼尔？是。罗教授，你拄则讲到讲177万字的总结报告，你已经拢读了啊吼。内底吼，遮的这个较有路的处理加害者的办法，伊敢有啥物建议？基本上吼，咱头拄转来，伊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伊是促进尔。要安怎做吼，其实都交互6月相关机关。伊讲的足有路的代志，其实无啦。咱伊讲一个方向。但是头拄咱讲，譬如说法务部要做啥物，其实拢无讲。其实伊的面向伤宽，伊嘛无法度有迄个时间去讲较有，就是我头拄讲的，就说我就足不满，叫我团你摕22年的资料来甲我讲，这22年是有足侪研究啊，你想到拢无讲的。但是我嘛体谅伊说，因花的领域伤宽啦。敢若说再讲一个，再讲一点仔尔，所以说，咱讲吼，下个月以后，咱的规个议长伫花的这个会部，也到迄个人转处，也到迄个各个机关吼，要安怎做吼？咱来看伊第一届开会，伊要开啥物会，然后迄时阵议长要裁示什么？我讲一个故事啦吼，10几年前，咱苏议长伫做议长的时阵，伊是对转型正义拖动产上有力的一个行政院长。伊迄阵伫行政院会时阵就裁示说1、2、3、4，东产是安怎来的，要安怎录，伊讲啊就红声，所以说迄时阵就组成迄个咱讲迄个任务编组。因为迄个政委有
授权嘛，所以迄时阵大家部会拢爱配合啊，伊就画甲真好，运作得真好。啊，咱就看到10几年了后，同款的院长，吼，搁画同款的会时阵，伊会要做啥物代志？咱就看伊第一届要安怎做。是，什么时阵开会？什么时阵开会？第二届什么时阵开会？开会，然后第一届、第二届财事事项啊，后来迄个人转处爱做追踪考核嘛，看伊安怎追踪考核，达成成效有多少？我感觉这是以后咱要看的所在。哦，毋过罗教授，你拄则所讲，遮个代志若要做，看两个人，行政院长甲总统吼。毋过这甲政权有关系啊。行政院长甲总统都爱是迄个要做转型正义的政党，才有可能做遮个代志，敢毋是？对啊，所以咱讲吼，咱台湾的转型正义甲国外无共的是吼，德国足紧的吼，德国1990年开始就咧做啊，吼，咱台湾毋是啊，台湾咱民主化了后，正经要讲特别对于加害人啊，对于受难者的赔偿，其实李登辉时代都有啊嘛，但是真正咱去指向加害者，其实是2016呢。是安怎会到迄天才会做？因为足简单嘛，行政权嘛是民主进步党，国会嘛是如你所某种，才有可能嘛。不然以前伫阿扁啊时代，你有行政权，你无国会，但是你爱法律啊，你爱预算啊，你无迄个法你根本就袂卡的嘛。所以基本上哦，咱讲转型正义元年，真正是要讲好，是2016年蔡英文做总统的时阵嘛。所以咱即马讲的所有代志。如果2004年吼有啥物四角菜的话，我拢学有去啊。2024年。2024年，对，嘿。是。嘿，2年了后啦，嘿。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过来看吼，最后咱来讲一个政治暴力的创伤治疗的问题吼，就是威权统治时期吼，国家暴力侵害人权有21000人，毋过。遮个人嘛是有家后呢，嘛是有子女呢受到影响的人，差不多有4万人。四种面前，咱看到杨翠曾主委在任的时阵，伊捌带一个原住民，吼，伊去迄个山坪吼，拢本地是毋知影伊的爸爸埋葬的所在伫倒位，伊带伊去找到迄个英民的这个澎湃吼，因为安尼，伊知影伊的爸爸伫倒位，亲像即款的代志嘛需要来做，因为安尼才会当来安慰着维族，即款的代志继续做落去，未来的方向是啥？伊这个工课尾仔是交互维护部来做啦，伊安尼做，人拢有办公室讲哪像长照安尼啦，就是因遮个人伫年岁拢大，甚至受难者的家属拢大。其实这是出转会这适当来做了，算较成功的一个部分啦。遮个受难者其实拢真甘心感谢出转会这几档家安尼做。讲一个例，就是迄个时阵张天青的代志发生了，因遮个就是。受难者拢做还了促转会，当开始是毋是就要收起来？做者譬如讲，即个潘木之，就是2礼拜的受害者，有一个后生，其实迄个时阵伊是手嘛，就看着因爸爸互枪杀，伊原底拢走去日本的，伊无愿意个倒来台湾即个伤心的所在。迄个时阵发生即个代志，伊就个倒来台湾，就是专工要甲促转会遮个人支持，讲恁做的代志真有意义。所以即个部分会当讲，我认为啦，是促转会这4年来做了上意义、上成功的代志。即个工会当然要继续做。就是因受难者甲因的家属即种伤害是只算一世人的，甚至会去互因的后一代。就是讲有诶是因有看见因爸爸妈妈，也是因的孙，其实迄因规个家族一直到骨力代，拢会有即种就是创伤啊。我搁讲一个来讲，毋若遮的受难者，其实即种物件是对规个台湾社会拢是一种伤害。就是讲你边毋可能毋是你的家属，就是讲有一个例就是讲台湾差不多即摆50-60岁迄样的人，你若讲失智还是安怎，通常拢有一种伤害，就是讲你会感觉有人咧甲你监听。这是别个国家袂出现的情形。讲即种过去威权时期对台湾社会伤害，毋是干那只的受难者的家属，是规个社会、规个人民的。即种物件其实嘛是要咱去思考的。对，毋是毋能甲遮个人，伊迄是规个社会人民的伤害啦。是。遮个物件嘛是其实是维护部嘛是要继续落去做，伊迄是过来世代的伤害。是。但假像咱看到促转会伫做的代志内底吼，嘛有真侪人去内底看到档案，才知影讲伊早去互绕白啊伫干涉。那即款的状况，到即个部会了后，继续伫推上，敢就是你所讲的，就是甲即个档案公开，毋那是政治判官的档案，
政治档案嘛，就爱公开，互咱知影过去的历史。我感觉咱就是讲爱有一个长久的迄个 vision 啊，迄个想法啦，是讲咱要走向对一个方向去，吼。我想讲，我也是受害者，我即摆去看档案，我是会搁较惊，搁较惊讲啊，我毋敢讲话，像拄仔讲，迄个即摆咱若是看到这个受害的代志，到底咱大家人是看甲看伊以前咱都去互掠去，咱即摆较细声咧，咱袂使讲啥物人是加害啊，咱学校以前拢有一个迄个人恶事，啊，我即摆伫学校都爱较细意的。我感觉就是讲，你即摆去讲档案，你开放互大家，啊，毋过大家去看的时阵是要用啥物的态度去看？迄就是爱就是像恁拄仔大家讲，咱即个促转会，结果是一个预备的机构，也是真正要转型正义。啊，真正要转型正义，伊都爱有一个方向先出来，吼。为虾米咱有即个档案，咱是要知影啥物人爱负责，吼，啥物人我即摆以前去互害。啊是啥物代志，互我妨害？是国家的制度，啊是国家咧执行国家的代志，遐个人，所以伊就是爱甲遮个甲因讲，伊即马毋是你的责任，是因为有遮个人要甲你加害，所以你才有即款代志。所以你着爱迄个态度，爱真正清楚。按即马迄个人去看到伊的档案，才知影讲，迄毋是我的毋对，迄是国家做毋对的代志。所以咱国家就是爱有一个真清楚的政策爱出来。啊，即马讲咱要安怎处理？咱即马就是讲，伊去看，啊，结果咧，是毋是看了无代志发生，伊继续搁活咧过去。啊，咱全台湾大家拢活咧过去，咱拢毋敢讲咱以前发生的代志是伫咱身躯是啥物无冤枉的代志。咱大家拢毋免对以前的教训内底学着咱要为着咱的未来，台湾的未来要发展的迄个方向。所以我感觉咱即马还袂行到迄步啦，吼，像德国人已经有开始咧审判。伊即马互迄个档案是要创啥？就是讲知影啥物人做着啥物责任，啊，伊就爱负责负到啥物程度。所以咱就有真正有一个未来会使看会到，啊，有迄个未来，咱才知影咱为虾物迄个档案、迄个事实、迄个以前的真相是对咱有啥物意义啦。总是这有另外一个层面吼，就是讲，若是公布遮的二世来讲吼。侪咱即马社会面顶的人，可能看到迄个名，迄是我的爸爸，迄是我的阿公，伊就是加害者。咱安怎来面对即款的状况？哦，你讲了这是真正的重点。吼，我伫德国就是讲，我去柏林有一年吼，我去遐做迄个访问教授，结果有一个迄个图书馆的迄个馆长甲我讲吼，伊的爸爸甲伊的阿叔吼，都是去迄个俄罗斯足侪犹太人的迄个警察，啊，甲迄边的足高悬的军人啦吼。啊，伊就讲，伊即马伫伊的图书馆吼，拢囥一个所在，互遐受迄个已经加害者的囡仔吼，会使写因的册，伫遐囥淡遐，互迄个图书馆来图书馆读册的人会使读着。你知影这啥物意思？就是讲，足侪其实加害人的后代吼，伊足希望，咱以前的责任会使用甲足清楚。有的人的伊也是加害者，伊也是参加即个做迄个害人的代志。啊，毋过伊是去用命令的，伊毋是真正去下命令的，所以伊其实责任足少的。所以毋是讲加害者的后代、加害者的人，伊的看法就是讲，就是爱甲以前的代志暗藏起来。咱拢台湾人拢做软正的，咱无力开去看咱家己做毋对的代志。吼，像迄个，你知影有诶，我有一摆去讲一个演讲吼，讲迄个卢安达吼，因怎用因的上迄个土的方法，咧审判因迄上低残的迄个加害者。吼，啊，迄有一个朋友就甲我讲，咱甲卢安达，咱台湾吼，甲卢安达佫较无遐因遐成功。因卢安达佫知影佫甲因的迄个加害者，因的厝边吼来审判，知影讲伊做的代志是啥物，啊对伊做毋对去。所以因遐个卢安达的人拢敢面对现实，吼，对因国家做的迄个暴行的罪行，因都敢去面对。啊，咱台湾人无胆，咱台湾人就是讲做冷静的，咱就是想要砍起来，啊，互伊像拄仔卢教授讲，啊，怎啊准煞放袂记。暗藏起来，拄好互后代无法度甲迄个加害者真正来分开吼。观众朋友，咱最后来讲这个
中正庙的问题。若是中正庙要转型吼，咱看到即马。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伊讲有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这就爱修法，才有法度来改善转型这个白色建筑物空心厝遐代表中国色彩的这个建筑物吼。罗教授，敢真正是安尼？敢需要遮麻烦？免遐麻烦吼，基本上吼因为蒋介石已经亡身啊嘛，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公务，一个铜像嘛，咱即马毋是要甲迄个单位废掉，咱就甲内底迄个铜像另作他用嘛，要处理尔嘛，所以基本上吼，你讲要涉及什么组织法还无啦，咱讲一个上紧的，我以前想过吼，咱即马直接都讲迄个桃园的慈湖合作国立中正纪念堂，敢袂使？会使啊，即马你的人拢去遐办公嘛。本来这一块地的话，咱就看嘛要哪处理嘛。搁讲一个冷知识吼，其实吼，迄个蒋介石还袂亡身的时阵，咱迄块地本来要做信义计划区，要做台北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如果迄时阵有的话，你想看嘛，迄个位是毋是真好？台北车站、总统府、啥国际金融中心放会晓，其实基本上对咱台湾整个经济发展真好嘛。但是后来呢，伊亡身去了，才决定说才做伊的纪念馆啦，其实迄是足歹的代志啊啦，所以基本上呢，咱就讲无遐复杂，歹势免。你基本上呢，铜像被处理，咱就移到慈湖去。然后呢，下面好做中正纪念堂呢，桃园那个也叫中正纪念堂啊，而且拄好迄个遗体伫遐嘛，要摆去遐摆啊。你想要来遮呢？然后呢，咱即地再来看，做更有效的利用，安尼是真好。所以基本上也是迄句话，要做拢有方法，无做拢借口。是即个迄个自由广场实在是足大，咱看到即摆搁做体检站吼，搁有即个注射的儿童注射的注射站。若是真正要利用，有人讲即个所在会当起即个国会大楼，敢是安尼？其实吼，我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啦。即摆咱的所有的好的建筑，中央政府拢伫台北。其实台湾足大的嘛，咱其实较公平是放台湾的中部啦。安尼你各地选出的立委，你去迄个所在较公平啊。无你即马咱看咱屏东的立委，每届来开会拢爱较忝，所以基本上我感觉说咱国会莫放喺遐，台北有太侪好的物件，咱即马爱首都减压。那尤其上好的就是国会嘛，所以说咱放喺你要放喺台中，也是其实咱台湾的中心合作云林，你靠云林嘛就好。对，地理上是毋是台中，是云林咯。所以说基本上莫放喺台北市拢好。是市总编辑，你的看法安怎？那拢讲国会罗老师讲的对，毋过我即摆住台北，所以阮拢公司拢伫咧花艺上班，所以讲迄个所在改做国会嘛是真侪人支持，嘛有伊的意义啦，因为日本时代是几年嘛，国民政府时阵嘛是几年，尾啊起做即个中正庙嘛已经40栋啊嘛，所以讲即个真威权的象征嘛，伊是一个威权的象征，那改做算上民主的象征，国会是有伊的意义啦。毋过若是讲要做国会，就像开多罗老师讲的遮个问题，我开多讲到即个组织法的物。其实迄个时阵，2018年的时阵，第二军伊其实就有提修法，伊个提2个版本，互出转会看过啊，嘛送去行政院，就到今拢无处理。所以即个物件早就有人做过啊。就罗老师讲，你有心无心要处理呢？讲实在，就是蔡英文政府无心要面对即个政治的责任来处理即个物件。即个物件伫即个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阵，迄个时阵是国会。较少的事情，伊拢有法度去处理啊，改牌啊嘛，嘛伫遐挂做者白色恐怖纪念遐受难者的物件。等到即摆已经完全执政6冬啊，完全拢无处理，伊就是无心无意愿要去处理即个物件。所以讲遐个物件个是拢虚的啦。你头前讲遮是出转会已经提建议啊嘛，讲遐个动向就是爱提掉啊。昨个时阵文化部就是伊补助3个建筑师的单位嘛办一个。竞度的比赛，讲迄李永德，佮讲明年会提出官方的处理方式，毋免嘛，出转会就已经甲你讲应该安怎处理，较符合转型正义啊，所以佢讲起来就是拖啦，就是一档拖过一档，就像罗老师上开始就讲，无想要处理即个物件。讲实在，中正纪念堂就是看2000。2024了上这总统，迄个总统敢有心要处理呢？这2档基本上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啊啦，要处理啊。讲实在，咱一直看咧即个物件，就蔡英文政府是无可能去处理即个物件啦。讲坦白就是安尼啦，伊无心要处理嘛。陈教授，你针对中正庙有啥物看法？
我感觉就是咱开始要离这个法要触转吼，咱就是伫咧行来行去，毋知影讲咱即马是要真正要做转型正，还是咧干咧准备尔。所以我感觉迄个上真正紧张的代志吼，对于迄个人民的迄个立场吼去想，才是真正重要。啥物是人民上关心的吼，上知影上重要，上爱赶紧较紧做的。啊，啥物是较尾后才要做的？我感觉中正纪念堂的问题，就是讲迄个真相啦。咱真相还未真正互大家知影，就是讲到底蒋介石甲伊的迄个执政的迄个政府吼，伊做着啥物对不起人民的代志？吼，啊有互大家人民知影无？知影讲伊吼，其实伊的权益，伊的迄个可能以前足济，伊会使摕到的国家的迄款真好的政策，互伊有真正有福利，真正会知影有受到国家的帮赞。啊，伊即马就是讲毋知影，这是对伊真重要。所以我感觉即个真相，为什么国外拢有真相委员会，就是因为即件代志。所以咱就是无较甲人民的上爱知影的代志。